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元泰被杀，计划有变。明日关东联军将不会接牢。他们后续会有什么计划？残兵正在追查中。营救大公子的事，就要多仰仗诸位了。事成之后，每人各赏500钱。大家没问题吧？这没问题，我们拼了，拼了！很好，马帮主，你的疑虑呢？吕布为报杀许林之仇，必将调遣重兵而来。到那时，我们该如何应对？正因为吕布报仇心切，所以就由我来引开他的大军。没了吕布军，其他人你们应付有余。利用吕布的仇恨引开大军，好，我没有疑虑了。王副帮主，你的疑虑呢？想不到这一代的残兵首领如此年轻。哦，王刚，休得无礼！我不知道你武功如何，但这次的对手是被称为战神的吕布。虽然你戴着残兵首领的眼罩，但并不代表你有上任首领的本事。你对我没信心？哎，变了，残兵变了。以前只是保护司马家的安危，现在却变本加厉，胆敢挑战官军，还偏偏惹上了董卓。以往的残兵首领可不会如此狂妄，就凭你这个黄毛小子，叫我们如何信你？王刚，住口！霍哥，继续。想看我的实力？哼，我看你不过刺客！姚元雄中箭了！这方向是从相国府那边射来的，谁人能有如此剑法？快保护帮主离开！安静！董卓班城之日，就在后天。王副帮主，刚才说到哪儿了？刚才我正在称赞英雄出少年。小梦的剑术越来越厉害了，不过小梦的处境也越来越危险了。我不知道，这次你们两个会是谁来救谁。少爷，不能啊！这样小人交不了差呀！是啊，都给我滚开！果然没来错，是我最喜欢的一类。今日我就带叔父来品尝。你就是董卓的侄子董黄。美人还知道我的大名，敢抢你叔父的东西，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
叔父百无缠身，现在又要处理班城之事，哪儿有功夫理你？况且他的女人多的是，哪儿顾得上你？与其将来常驻深宫，倒不如跟我这个叔父的继承人来得更好。我可比叔父更懂女人。贱人，松口！有意思，怪不得叔父会带你回来。哼，跟我们西凉女人一样，够劲儿。拖他上床。是。走。对，我就是要这种感觉。告诉你，叔父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，你敢反抗？我不但会反抗，而且会凶得你完全不敢相信。要杀了他吗？霍哥，我该怎么做？去死吧！大公子，这女人碰他。大公子，不要做出令主公伤心的事啊！放手！袁大人，是骑都尉大人。骑都尉又如何？别以为得到叔父的信任就可以来管我的事。你只是我和叔父的一条狗，给我滚开！大公子，职责所在，我不能。听不懂吗？别来一声！大公子息怒。你有这么多事要理我干什么？别以为你现在得到重用，就敢来挑战我。打的什么主意？别以为我不知道。大公子，别误会，袁当一心为了主公。骑都尉本是我囊中物，自从你来之后，什么都变了。你这个可恶的阴险小人，去死吧！大公子，请回吧。混账东西，我今日便要！公子，请留手啊！大公子说的对，袁当不过是个奴才，奴才只会做主公喜欢做的事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主公有12个儿子，每一个都在为将来能继承主公的位置处心积虑、勾心斗角。公子并非主公所出，却最得主公欢心，实属不易。如今主公欲成就大业，正是考教各位公子之时。大公子若是在此时因为一个女子而跟主公失和，当真值得吗？天下女子多的是，大公子要的，末将就算拼了命也会为你找来。公子，他说的有道理，小不忍则乱大谋啊。好，大丈夫一言九鼎，今后我自会有用你之时。末将明白。还有你，等到叔父对你失去兴致的那一天，我会让你明白自己今日犯下的错有多严重。公子慢走，恕不远送。哼！大公子的脾气变幻难测，不好伺候啊。想不到董家竟还有一条这样忠心的狗。世人之路，忠人之事，原当不过尽自己的本分罢了。姑娘又何必出言讥讽？妈的，这董皇那小子捷足先登了，这时才告诉我们。七哥，我们绝不可以输给他，快进去。又来了。什么都不用担心，有我在。狗奴才，滚开！别以为是骑都尉就了不起了。
什么都不用担心，有我在。傻瓜，又一个傻瓜。快追！别帮主报仇！你后撤，逃不掉的。火哥，这样逃不掉的，快放下我，你自己逃吧。左边，快封住左边！你听到了吗，火哥？你停下！火哥，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你到下面去，这样就没人能捉到你。那你呢？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有资格操心我的事吗？有我在，你不会有事的。你不能！他只有一只手！快跟他！两人一起上！
看，我没有放。放手，傻瓜！放手啊！喘不过气啊！小梦，放手！不放！傻瓜，又一个傻瓜。我在想什么？我。理想无恙，铁壁画江山，千里归路曾知常。礼服气无恙，幸福守空房，10年家书寄托行。离情自无恙，仗剑凭栏望，一行归雁走还乡。离家男儿年轻忽，不度玉门长风万里关山路。离家男儿年轻忽，一夜护家美玉。这人容颜苦，生离是苦，蒹葭黄土，思别是苦，大气悲苦，无情是苦，也不得不无情是